继续来看，屏东有一个小家人啊，因为停车费甲收费员来起纠纷，警方到场劝离。这个小家人啊是失控者激动，伸手将揪警察的喙暗，阁无爱互收费员来离开，甚至摕迄个交通锥要来讲警察。警察怎摕防护型的喷雾器甲阻止？但是也是无效，这个小家人啊也是强力来反抗，上尾啊，这个警察不得不只好强势执法。 甲人压制，再来结束这出的闹剧。你不可以走，你刚不是叫我下车吗？你现在干嘛？你现在叫我下车吗？行路长头厂的小姐摕手机仔来翕远景，看到收费员要离开，伊情绪激动，袂互人走，甚至起他动手。你现在干嘛？你偷人家口罩，你偷人家口罩，哪有怎样啊？ 长头厂的小姐直接甲远景的嘴暗揪来，搁发甲真大声。这位小姐看到远景摕防护型喷雾，伊随去摕三角笋，干那要攻击远景。我们涉嫌什么？警伫后壁甲药，上尾也真强势来执法，甲这位小姐压伫车路。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屏东市永福路。这位小姐塞车到这，和收费员发生纠纷，警来处理，结果伊搁甲警方还击。 警方到场劝离无姓女驾驶时，吴女突然情绪激动，并伸手拉下远警口罩，及持交通锥丢掷远警。远警立即以防护型喷雾器阻止吴女。这位小姐原本只是停车的问题，所以为家己的情绪控制无好势，摕三角笋来攻击远警，上尾也予以涉嫌妨害公务罪移送侦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